请走角。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写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要来吟诗，请咱看圣诗16首。圣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疼痛诗歌，学乐主每日新创造，上主奇妙创造，星星日头甲大海，伊看所做是好。万有极美丽，阁和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请咱起立吟全首。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全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得来岛迎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他坐于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并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要来三角启应上帝话，请咱看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6篇。启应文第6篇1005页，咱三角来启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的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甲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这声来应，去对别个心灵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嘛毋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保守我应得的文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乐驾驶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之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面，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因为你袂予我放杀伫阴间。嘛愿予你用神的子民落去深渊。这声来应。你话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面，我有永远的快乐。这时，咱要三角来祈祷。至悬至大阿爸爸，主愿满心感谢你。主愿感谢你，经选阮会当诚侪你恩典的囝儿。也互阮通入你的圣殿，来伫遮唱歌、学乐、敬拜你，听上帝你的话语。这是阮何等大的福分！主啊，愿你圣神伫阮当中，愿你的心灵来充满阮，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来到遮的时，主啊，阮虚微的心特别得到帮助。主啊，阮迄个疼痛的心，也要因为上帝你来得到安慰。主啊，求你圣神帮助阮，也互阮伫今仔日伫遮聚会时，主，阮的心无任何的挂碍，阮通专心伫遮来敬拜上帝你，听你的话语。你也要祝福你的奴仆潘牧师，也祝福伫今仔日的讲道者，也互伊将上帝话带到阮的心内，互阮的心也要得到饱饱，也互阮通知上帝你爱阮怎样做，互阮通知阮的本分。主，阮感谢你，愿你圣神充满伫阮当中，也赦免阮的罪，也互阮通搁一摆伫上帝你的面前得到迄个赦恩的恩典。主，阮感谢你，愿你圣神伫阮当中，愿你圣神充满阮，愿将一切今仔日的聚会全然交托上帝你的圣手，愿你欢喜来看阮，愿安尼感谢你，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求，阿免。报告。报告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今仔日是17期基金会主日，
欢迎该会前来分享并义卖产品。伫1楼的广场遐，敬请兄弟踊跃为因来奉献甲代祷。第2项，本主日下晡3点半要召开11月份定期的中集会，地点伫主堂，敬请全体中集出席。机构首长甲大工请列席参加。第3项，本会为70周年即场宣告事工的义卖有批大甲皮夹，迄个优惠价是每一件500块，欢迎兄弟到办公室来购买。第4项，本会订立11月27日星期日是2022年感恩节的主日，有举办第1小项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的活动，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晡的5点，地点是伫教会副堂的头前，请关怀者带身份证前往排队来关怀。关怀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关怀的时段，咱也要尽调志工，请往小组长或者是办公室来报名。第2小项，伫东港也有举办感恩的见证礼拜，欢迎兄弟见证分享。请伫11月13日进前到办公室报名，也将你见证的稿来交起来。接线报告具体消息。第1项，上座会消息。第1小项，定伫11月19日星期六上午10点要召开会员大会，9点半开始报道，地点伫敬拜中心。请会员伫11月13日星期日进前各组的组长来报名参加，通好互因备办便当。第2小项，嘉定教会林兴祥牧师兄弟伫10月31日星期一蒙主温调安孝主怀，敬请上座会员交上座会费。接下送家的消息，本会5里秋兰姊妹伫10月30日星期日蒙主温调安孝主怀，已经伫11月初4日，也就是星期5，伫七日殡仪馆有举行6关火化的礼拜，也要伫11月初7日星期一上午10点要伫教会副堂举行告别礼拜，了后要安葬伫嘉定的永生园，愿主安慰遗族，也敬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第3项，敬拜团的消息，定伫下主日11月13日中昼12点要召开会议，敬请主堂甲敬拜中心主日场各团的敬拜主领甲乐手来出席参加。也邀请杨丽慧牧师娘来列席。以上人员请伫本周日星期5 11月11日进前伫敬拜团的迄个群组内面来汇报你要参加的人数，甲互因通准备便当。地点伫3楼的会议室。接线教界的消息，咱请潘牧师。即生中华义工教会定伫本主日举行王明哲传道师、王立牧师，佮就任第6任的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地点伫台北和平长老教会，真恭喜愿上帝祝福。信望爱基金会定伫11月15到18，拜2到拜5举办迄大国考谈敬畏的日子。地點伫台北和平的籃球館。费用是900塊吼，詳細若是有要參加的兄弟，咱請家己來詳細來看吼。邊仔有 QR code， 會當用咱的手機來看吼。佫煞第3點，世界有名的美國紐約大都會的兒童事工創辦人比爾·威爾森牧師吼，定伫11月19拜六下晡2點到4點，要帶領團隊。來本會主領萬國禮希美的儀仗特會，敬請各位中職小組長、信徒代禱，然後踴躍來參加。以上。這是咱要來恭守上帝話，請咱掀起聖經馬可福音第8章面對11節看到25節，伫8月247頁，伫台語漢語本48頁。
和合本58页，马可福音第8章11节看到25节。现着我来读。法利赛人出去就辩驳伊，对伊求一个出自天灵的新约，要安尼试伊。耶稣心内大吐气讲：即世代啥事求其新约？我实在甲恁讲，决断无要用新约互即世代，就离开因，搁搭船去迄边看。学生袂记得炸饼，船内只有一个饼。以外无别项的食物，耶稣警戒因讲：恁着谨慎，提防法利赛人的教甲希律的教。学生三甲议论讲：是咱无饼。耶稣知，就甲因讲：啥事因为无饼得三甲议论啊？恁犹久袂知，袂晓悟吗？恁的心犹久钝吗？恁有目睭也无得看，有耳孔也无得听，也袂记得吗？我8、5个饼分互5000人，恁捡饼喙满几坑啊？恁讲12。搁7个饼分互4个人，恁捡饼喙满几拿？因讲7拿，就甲因讲：恁犹久袂晓悟吗？三甲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痴迷的就近伊，求伊摸伊。耶稣牵痴迷人的手，带伊出乡里外，配烂伫伊两目里目睭，用手划伊，问讲：你有看见什么无？伊举头看，讲：我看见人，因为看见因亲像树也得行。搁用手划伊两蕊的目睭，因注目看，就照装好，看逐项物到明明。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即时俄勒，咱要请妇女献歌队。真多谢妇女献歌队4个俄勒。接续要分享甲讲道，分享要邀请4000字基金会讲道，请潘牧师。伊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感受上帝的疼。咱欢迎
基金会以及潘牧师。刘兄，这平安。感谢主，今日是4千字基金会的请安报告的主日潘牧师甲4千字基金会已经合作超过10年以上。2009年伫美容的时阵，即个爸爸水灾，然后基金会来关心然后因就借我一台箱仔车，讲牧师你摕去用会当甲遮个物资会当送去山顶。所以我一直会记得因真慷慨，将车借互我用，会当甲遮个物资会当送去到有需要的人的手中。最近因为这2冬因为疫情的关系，普遍咱的社工机构甲慈善的这款事业伫募款拢有拄着真大的困难，因为咱因为疫情，所以有真侪兄弟无法度上班，有诶确诊，也是讲有诶伫。即个工作顶面无顺利，所以就讲咱普遍经济伫无好诶时阵，咱的基金会伫社工机构伫募款，当然嘛是拄着困难。搁伫即个咱所看见咱的物价搁无落来搁一直起来。早前20几块会当买一袋鸡卵鸡卵差不多差不多10粒、20粒的鸡卵，即马迄鸡卵有够贵着无？然后咱的南马溪遮的物价，甲咱的即个厝价，搁一直咧起。所以讲，咱看早前着几落阮大迄个大楼，早前差不多600几万，即马拢爱起到800几万到1000万。我毋知因即个计数是安怎定的，总是因咧起的时阵。咧起的时阵，拢无甲咱参详啦，因为讲花偌济就偌济，拢讲一个都台积电要来，我诚来咧台积电咧，到即马讲实在你莫爱讲出去对台积电要起伫啥物所在，我都毋知咧，但是就影响伫咱南仔溪遮的生活，对无？有道理无？所以讲伊咧厝价一直咧起，一直咧起的时阵。总是咱敢有趁遐济钱，有趁着遐个钱，当买厝会当处理遮个，无法度嘛，对无？所以有时间咱南仔溪有所了啊念着，了啊去画着，歹势，有了啊去运着南仔溪迄厝价有够悬的啊！我著看广告，讲男子过来一点点，然后伊的房价就俗差不多一点点3房2厅，30平。只要卖你756万就好。南马溪只要，只要男子过来一点点，再往前走一点点，就你知道那一点点有多大点吗？要到乌来遐去呢。我看迄厝要去到海波教会迄个所在，讲过来一点点，那个很大一点了啦。我说，这个到遮来有影。所以我讲，刘兄仔，有时咱的这生活歹过来讲，咱真正无趁遐济钱，但是若是讲，即个但是伊为虾米会当甲安尼起？因为伊知影讲，伊囥久，大家嘛是会买啊，对无？嘛是会买猪啊，鸡卵嘛是大家要爱用的嘛，逐工都爱用的嘛。所以讲伫普遍社工机构伫募款的情形无介好，总是社工。即个4千字嘅社工，即个基金会，因只有关心囡仔的成长，毋但是伫金钱物资顶面咧关心，也塑造囡仔好的品格，而且因真愿意甲教会连结，愿意将囡仔带来到教会当中。所以伫咱的教会当中嘛，有因为办福音大会来结出的好的果子。所以每年会当搁较好的结连，毋但是南仔溪甲大社，每年搁有人物的囡仔会亲热，会当来到咱的中间，会当会当有2摆的福音大会来到教会，来到咱的敬拜中心，来参与即个福音大会。感谢主，咱今日会当邀请到木英督导迄时我10冬前捌伊的时阵，佫是社工然后10冬后已经真做督导，
也真有心伫机构的即款的经营甲管理，而且阁服务青年吼。所以咱会当来等下有一段时间会当来透过伊的报告，咱会当来了解基金会到底咧做啥物。咱拍破来欢迎木印多多。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17日基金会牧音，当时我嘛是新兴长老教会会友，我本身嘛伫长老教会大汉，所以会当来到长老教会来请安报告，非常的感谢，嘛感觉特别的亲切。毋过我是第一届用台语来分享阮的服务甲故事，所以台语也讲了无好的所在，请大家多多包涵。阮基金会是提供相互的单位，无论是福利也是福音，阮教社的同事嘛拢是基督徒，阮即马遍地伫各城市拢有阮服务处安尼的建立，所以过来阮有一段2021年的年度影片，先甲大家分享，互大家先来看卖阮是咧做啥物货，阮伫一年的当中办理了啥物活动。Your love kept pursuing. Now that I've tasted your love, my heart just can't get enough. Jesus, you have me. You have me completely. It's your love in my heart running over. Yeah, every day of my draw closer. Such a perfect love. Oh, you lift me higher, higher. Lighting up my way. Everything is brighter, brighter. With you, everything is better. With you, perfect love. 远一点。 No matter 真的假的？ keep my eyes fixed on you, 'cause Jesus, you're faithful, and you are able. Oh, it's your love in my heart running over. Every day of my life, I'm gonna draw closer to you. Such a perfect love. Oh, you lift me high.
阮原本是高二护理社会，阮是伫2007年转型变正做实庆儿基金会。因为阮希望伫每一个城市拢会当建立安尼服务处，会当来服务阮的在地的实庆儿。阮实庆儿是服务爸母其中一方，也是双方拢过身的囡仔。伫即个过程当中，阮来帮助因要安建立中建生活，要行头前的路。阮八成拢是老爸过身，伫即个过程当中，破病也是讲意外，也是讲自杀，也是讲其他等等的原因，有真侪原因真做失亲儿，所以阮服务的内容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建，一个是特色。中建因为因发生安尼重大的代志，阮爱帮助因伫生活的经济顶悬，先重建因的生活，过来是囡仔的学务。囡仔的学习，互因伫即个过程当中，会当重新来面对安尼生活。伫中建了，完整了，阮就是特色的服务，互因伫各个的活动当中，会当有真好的发展，佮真好的安尼学习。伫短短牧师介绍甲各个教会有安尼连接的当中，阮甲油松教会嘛有真久的安尼合作的时间。阮每一学期拢会甲10间教会来做安尼连接。阮毋茫甲各区的囡仔家庭会当带入去教会做安尼连接，所以阮每一学期拢安尼福音地会的机会，互家长来明白即个信仰，透过即个信仰佮即个活动的当中，互因慢慢心拍开，互因有机会来入来教会。所以我嘛透过安尼机会来发因的奖学金，每一学期一届的奖学金，互因会当伫读册中间无安尼欠缺。我嘛希望讲透过福音地会安尼中间，甲各个教会合作，互教会来继续跟进，佮牧养安尼家庭。中建佮分做几项伫因的经济，无论是奖学金，也是其他的经济的部分，钱难生活补助，也是医疗补助等等遮。过来就是阮较特别的所在是举办悲伤辅导的团体，会当互阮失亲儿佮阮的家长，伫即个过程当中，透过艺术。透过团体的生活，互因会当将无法度讲出来的疼，透过安尼团体的当中，有真好的机会去分享，嘛透过安尼的机会去有真好的抒发佮抒压。伫下底即张倒边的即个图是阮今年9月举办完成的家长支持团体。伫即个团体当中，阮当初想要办理即个家长的团体，知影讲其实毋若是阮的失亲儿需要真大的重建，阮的爸爸的另外一半就是阮村内的家长，伊嘛是真需要安尼的过程来讲出伊心内的疼，佮伊心内的艰苦。所以伫2天一暝安尼的活动当中，真侪家长是哪讲哪哭，因为真正无即个机会，当互因讲出迄心内的真大的疼，佮心内有真侪的毋甘，佮真侪的艰苦。所以，阮透过安尼过程，互因成做一个支持的团体，互伊互相来鼓励。
过来中间完成了，就有展翅安尼的机会，所以拄伫影片当中有看起真侪的活动，阮逐当拢有真侪各项的活动来帮助囡仔来认捌家己，来帮助囡仔有安尼的学习嘛有安尼团体的机会，互因互相来帮忙，互相来照顾伫遮囡仔有真大的大汉甲真大的成长。好，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阮就大概安尼看者，阮办理真侪各项的活动。好，那过来就是阮年度的活动，是铁马即个活动是阮较特别要讲出来，就是阮今年已经举办5档的时间，明年第6档，阮要带囡仔来做铁马的环岛。即个过程当中，互囡仔真正是有真侪学习。我会记有一个囡仔为原本的成员到慢慢会当成做阮的学生的干部。伫即个过程当中，伊去学习要怎照顾伊的队员，要怎学习要怎团体的合作，互相去斗相共完成安尼的活动。所以因为其实即个活动的成本甲经费实在足悬的，毋过阮也是为着囡仔安尼梦想，佮为看去囡仔伫即个中间有真大的成长，所以阮有愿会当坚持来举办即个铁马活动，互囡仔来完成伊的梦想。所以明年阮要来环岛，所以嘛是需要真侪的经费甲代导替阮伫即个当中来拍拼。这嘛是拄影片当中有看起的真侪活动。了后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要怎做阮的帮忙伫分析的部分天赛的部分，会当怎做阮的天赛，因为每一学期每一个囡仔拢有伊的奖学金毋茫会当怎做囡仔的天赛逐个月500箍来帮助囡仔伫一学期3000箍安尼奖学金，互因会当继续稳定来读册。过来就是逐个月1000箍，诚做守护的天赛，会当伫因的活动顶悬来做因的帮衬。所以邀请兄弟姊妹会当为着阮来带导，互阮伫各个的事工内底会当顺利的推展。也是第二个诚做阮的守护的天赛，互遮的费用会当诚做囡仔的需要。过来就是奉献阮嘛伫楼骹有设立阮的预备的单，会当欢迎各位兄弟姊妹伫中间来支持真侪的手工饼，也是讲食的物件，拢是阮的志工因的热心来即个中间来帮忙。有的是囡仔伊家己手工所做的饼来遮来支持阮。第4个就是关怀站的连结，阮每一学期含教会有安尼的密切的合作。伫昨打办了阮即学期男子大社的例会伫即个过程当中，虽然阮知影要互囡仔家庭来信主需要时间，我嘛知影这是上帝的事，毋是阮讲就准拄煞的事，所以伫即个过程阮希望无论是青少年的事工，也是妇女，阮大部分拢是妈妈来参加伫小组的过程来互因还没有更较好的互动所以其实阮真感动的是，因为安尼配合安尼机会，互阮的囡仔真正有阮2个囡仔伫即个过程是会中间慢慢来进入教会来稳定来
聚会，所以搁刷来有一个影片，就是这两个阮17字伊见证，愿这个见证会当真做因上大的祝福。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李世豪，我目前就读于正修科技大学进修部机械系3年级。大家好，我是陈建豪，目前就读高雄科技大学的运所管理系。我在9岁的时候失去我的母亲，也因此当时的辅导老师帮我转介到基金会接受服务。我在12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因为疾病而离世。那在大概国2的时候进入教会，因为牧师跟师母的介绍，能够接触基金会，进而进入基金会。我在基金会接受过的服务有领取每学期的奖助学金，以及我在国小时接受课业的辅导。有时候基金会也会提供我们一些物资，我也在基金会当中参加了大学生的培力计划。基金会会提供我们奖助学金，也会在每个学期在各个行政区举办茶会。那我也在这当中有参加基金会的培力计划。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但是后来的社工老师邀请我成为茶会的志工，我也在大学生培力的铁马活动当中，我原本的参与成员成为大队长。一开始我也比较属于跟随大队的人，不会顾虑期待后面的队员。直到第4年参加的时候，我成为小队长，开始成为期待队伍最末端的人，在路途中陪伴着骑比较慢的队员，学习鼓励组员，以及学习如何去照顾体力较差的队员。那在培力计划当中，基金会会安排我们在茶会去带领破冰的部分。那因为平常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去带一大群人一起玩游戏，所以在刚开始难免会有些紧张，也真是会觉得很尴尬。那真是感谢基金会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在这样带领破冰的过程当中，去找到这样的自信，也真的知道说在这当中要怎么让场子不会冷掉，也知道怎样去带领游戏让大家玩得开心。目前在右昌角的教会学习牧区，当时的基金会社工邀请我参加男子大社的茶会，我也在那场茶会当中成为志工。在茶会结束后，我留下来参加了这里的一场聚会。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母亲节的前一天，教会举办了母亲节的活动，我也被邀请上台一起献诗给现场的母亲们。当时觉得这个教会的人很热情，也很温馨，也让我在这里感受到像家一样。在这之后，我也在这里聚会。目前我在右昌长老教会聚会，那会接触到右昌教会的原因是在高中的时候，有朋友在他的 IG 发布教会举办制服日的这个消息，也因此知道右昌教会这间教会。我现在每个月至少会在教会服侍早长1次，向每个进到教会的人打招呼、签到，并带领他们入座。目前我在教会的学期牧区担任小组长，那主要是带领目前高2的小组。那小组长就是主要就是每周都要去关心组员的近况，那也要在聚会后有带领小组，带领就是组员有破冰，然后还有分享，甚至有敬拜，还有互相带导这些活动。那也在敬拜团有担任 PPT 跟 vocal 的服侍。我的家人是传统信仰，所以我跟着家人一起在传统信仰当中，但进入到教会后，在教会中时常被神摸着与感动，也让我开始信靠神，也会常常读经及向神祷告。虽然因为家庭的关系我还无法受洗，但我也期待迎来我受洗的那一天。虽然从小就出生在基督信仰的家庭当中，也从小就在教会生活，但一开始对这信仰还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中间又因为几次的搬家，而导致聚会断断续续，非常的不稳定。直到来到右昌之后，辅导带领我，慢慢的去认识到这个信仰，让我在这个信仰当中找到自信，也知道我是被爱的，也让我现在能够去坚定基督的信仰。最后，我想说的是，感谢基金会
这些年的陪伴与帮助，也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以代祷的心支持基金会未来的路。我想谢谢基金会每个学期提供我们奖学金，让我们家中的经济负担不会再那么大。也谢谢基金会的社工老师时常去关心我们的状况。最后，我想感谢神，让我这样的机会能和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以前伫机构工作的时阵，接到一通电话，真奇怪的电话，一个阿伯打电话来机构问讲，我要找谢江元小姐，但是我们的机构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谢江元小姐。我说到底是谁啊？谢江元小姐到底是谁？他就阿伯他在哪个单位？就在你们单位啊？对。伊机构的名讲了无毋对，然后伊的职务嘛讲了无毋对。但是就是找无这个谢江元小姐，我说你到底她到底长什么样子？结果他就形容那个样子给我听。我说哎呀，原来他找的不是他的名字，不是叫谢江元啊，他就说以后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去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你好，我是谢江元，所以伊就动嘴等于说谢江元的谢江元小姐。谢江元小姐，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讲说，我们的社工界有好多的谢小姐很多的谢江元小姐，她们就在默默的在关心关注着咱所看见这的伫角落这的囡仔，这的青年，这的家庭。所以咱看见今日耶稣所讲，咱所看见的经文，咱所看见的经文，咱看到三个团体，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耶稣的门徒。落尾偏偏出现一个叫做催眠的人，受到耶稣医治的人，这是咧讲啥物呢？这是耶稣耶稣有感觉讲这个耶稣所讲的话，甲伊所做的代志，伊咧显明啥物？咱会记得讲这个催眠的人，有人带这个催眠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头前，然后耶稣甲医治，这是即届医治真特别咱有看见这医治的行动真特别。第一，就是讲伊分2摆来医治；第二，就是用这个喙烂抹涂，然后抹伫伊的目睭。为虾米安尼做？因为早前咱看见耶稣基督咧医治的时阵，拢是一届用喙吩咐，伊就吩咐，伊就得到医好。为虾米即届会分做2届？当然，第一是讲，甲门徒讲。哎呀，为虾米恁看都无明白，都无了解？你讲恁想讲恁的老师是为着恁无诈骗出来咧想去，其实毋是。我阁问恁啦，我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然后收遮个剩的，阁剩偌济？伊嘛讲12人啊，阁刷落来7000人食饱，是阁剩偌济？伊嘛讲有剩偌济？但是因都无法了解讲耶稣的心意是啥物。咱毋是欠饼，咱毋是欠即个饼，咱是欠怜悯的心啊。咱毋是欠饼，咱是欠即个认捌耶稣基督即款的眼光啊。咱欠的毋是饼，咱欠的是咱对人的即款的感受甲感觉啊。所以第2项代志，伊咧讲啥物？讲有新约，互恁看，恁看袂着。法利赛人甲耶稣求新约。总是讲耶稣甲因讲，即个世代已经无啥物新约互恁看啊！对啊，约拿的新约，约拿新约就是啥物？上帝赦免的即款的新约，怜悯的即款新约。啥物？为啥物特别甲法利赛人讲这？因为因所欠缺的就是赦免甲怜悯。因注重律法，因注重人做了对啊毋对，伊直感觉伫遐看讲人清气啊无清气，但是。耶稣基督甲批评讲：“蠓虫滤出来，骆驼你们都吞进去，是啥物意思？即个一点点嘛装模作样，一点点嘛敢若片仔迄款的虫啊，你甲摕掉讲，哎哟，这个无清气。但是像迄骆驼遮大只嘛是无清气、无圣洁的物，你甲吞落，你甲食落。你过做互别人看，装模作样，看起来是讲，哎哟，我真圣洁，总是伊的腹肚内面拢是食歹物啊，拢是用无好的教导教导别人。”然伊对耶稣所手中所做的工，拢充满怀疑。当耶稣伫安息日共医治手高大的人的时阵，讲：“哎哟好，你伫安息日共医治哦。”
这毋通安尼做，违反律法哦。所以耶稣甲讲，耶稣甲因讲，到底恁伫安息日的时阵，看到恁的羊仔落伫个即个坑里，咱伫深坑当中，你会记甲救无？会啊。为什么伫安息日医治人的手我袂用？因为羊仔较值钱，即个人就无值钱。羊仔会叫会死去，你会了钱，即个人手孤单遮久袂要紧，搁拖一工嘛袂要紧。所以耶稣讲，就是感受的问题。有时伫咱的信仰当中，有一个叫做属灵的植物人啊，伊无感动啊，无感受啊，无感觉，总是吼植物人毋是完全无感觉呢。植物人搁较惨的是啥物？伊感受到拢是疼，毋是疼，我是讲伊感受拢痛苦，感受拢是负面的，感受伊有感受，伊有想法，总是袂当反应，真可怜。所以耶稣基督用伊的医治的行动，两个层面：第一，甲法利赛人讲，你看见你若是无法度了解啦，这是你搁甲我求搁较济信仰，你若是毋信啦，毋信就是毋信啦。囥伫你的头前，你若是毋信啦，你怀疑一个人的时阵，伊搁较好，你也是怀疑啊。你若对这人有这个偏见的时阵，伊搁较对，你嘛是怀疑啊。你若对这人有这个无好的感受的时阵，伊所做的搁较好，你嘛是无迄个，你若是无支持伊所讲的代志啊。所以耶稣讲，已经无啥物新家会当互恁看，恁已经看遐济啊，恁搁甲我批评啊。你甲讲我搁献一个新家互你看，耶稣路搁换，这个人看见听见以后，法利赛人看见听见，耶稣路搁换以后，因为信耶稣是基督无，反倒转因决意要杀耶稣啊。为什么？因为耶稣破坏因伫迄个所在的领导的地位，因毋捌听见，毋捌看见，总是因毋望因会当伫即个当时的社会会当稳固因地位。所以耶稣第一点是讲，恁看见你也无法了解啊，搁较济你嘛毋信啊，囥伫恁的面头前，你就毋信。所以彼拉多问耶稣迄个问题讲，真理是啥物？圣经后面讲啥？啥物就拢无讲，为什么？因为真理就徛伫彼拉多面头前，伊看见真理，伊也毋信啦。讲较济无效啦，讲较济无效。第二，甲门徒讲，恁所看见这行动，恁虽然有看见，有食到，总是恁袂明白。法利赛人是青的，恁是心内，你是心内无感受的。所以我讲台语讲一句真好呢，耶稣吐大气呢，唉，吐大气，怨叹。我做遐济佫看无，做遐济佫无法度了解，然后上有法度了解，上有感受啥物人，伊会青眉，会当了解。为什么？因为分两摆医治，第一摆。用出即个喙牙糊涂抹伫个目睭。我细汉的时阵嘛捌做过即款代志。迄个时阵去叫人抢迄个荡秋千无？荡秋千我台语毋知安怎讲。谢谢牧师。所以，我伫咧抢这个海鲜抢的时阵，结果抢着叫人帮塞落去，迄个小朋友都跌倒，哇！这个。头壳，毋是整起来破皮兼流血，惊着啊！系啊，你要上课啊？要安怎？四周围啥物拢无，伊就哭，老师班长甲我杀，我就甲喙按的讲，点点，我要医你的头壳，我就配喙烂，然后糊涂无，甲糊伊的头壳顶，啪！我讲好，莫紧张，下课就搁好啊。真的吗？真的。结果，即个同学甲我到国中，还是高中拢是同学。伊到高中的时阵，才个安怎乌一地，因为迄沙土已经侵入伊皮内入去，我个乌一地。所以大家莫安尼学哦，毋通哦，吼，迄是耶稣咧做。啊，为什么要安尼做？第一摆、第二摆，
安尼做就是伊要呈现第一，就是会当互因看到、感受到讲耶稣医治，一点仔一点仔去医治，一点仔一点仔去医治，互要伊会当有感受啦。若收紧，咻者无感动啊，无感受嘛，对无？但是即届就是一点仔一点仔医治，互即个受医治的人，啊，甲对伫边仔遮周围的人会当了解，会当有感受。第二，透过即个图，顾伫伊的目睭来呈现，然后上帝天父上帝去创造人迄时的中景，迄个情景。所以咱是用啥物来做？用图来做的。耶稣基督用图搁甲做一个目睭安尼意思。耶稣就因对因讲：我就是天父，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甲爸做伙伫创造的时阵是安尼。所以重新创造、重新塑造，就是一款的医治，就是一款的重新开始。伊重新开始，毋但是伊的目睭会当看见，也搁恢复伊的家庭关系。所以无数定来讲，耶稣医治是全面的，毋是肉体得到医治，也是伊的家庭、伊甲伊的社会得到医治。啊，望遮的伫边仔遮的人会当有感受，重新恢复感受。对遮的孤苦无依的人，对遮的艰苦的人，法利赛人、门徒，恁开始有感受，开始对恁有怜悯的心。求主帮助咱会当透过行动来支持咱所看见的遮的新生日基金会，啊，还有咱所看见需要帮助咱四周围的人。反倒转，若是你家己是需要帮助的人，咱也祈求主来医治你、帮助你，互你一切高用。咱三个来祈祷。特别上帝愿你的恩典听当充满伫阮的当中，互阮会当搁一届领受你的话语甲恩典。愿主你来看顾各首所有伫阮当中所有伤心需要医治的人，伫你的手中永完全得到医治，也各首伫阮当中较弱势然后需要关心的兄弟，求主来怜悯，求主来看顾，求主来帮助。阮来实行，阮来实践阮的信仰，就是关心弱势的人。阮安怎怜悯人？上帝也照你的应允，你也要怜悯阮，互阮手中所做工一切都得到福气。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即时咱要来唱回应诗，回应诗圣诗31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就
请坐。即时，咱要来收奉献，咱请祭司来收奉献。咱三个来感谢，亲爱爸爸，阮满心感谢你，你是稳定的主。主啊，你赏赐阮逐项无欠缺。主啊，你拢知阮伫逐时了。主啊，阮所需要的时，主你的稳定就伫阮当中。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欢喜将你所赏赐的，阮也欢喜带礼物甲你的面前。愿上帝你欢喜接纳阮。主啊，也求你也将你的听伫阮的当中，互阮也愿意伫人的顶面来分享上帝你的听，将上帝你的听会当来诚侪迄个芳芳的祭。主，阮感谢你，愿你欢喜阮今仔日所献的，也将阮所献的，拢也会当诚侪上帝你好的时间会路用。阮安尼感谢你，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求，阿免。祝福车恳，吟诗线，咱请潘牧师祝祷。信神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赏赐满满稳定、健康平安，充满伫恁对大教因世代无尽。阿门。阿免。请坐。咱今日早的聚会就到这，请咱来闭会也列岛，多谢。